后来继续是这个卫福部针对着健保补充保费推出着三大改革，讲针对着股息、利息甲租金，要来调整着结算的制度，结果引发着争议。行政院昨暝是紧急来宣布有争议的规划来暂停。这个卫福部长赵宗良今仔日来强调，讲这唔是已经决定的政策，是要伫咧讨论的阶段。 我昨天晚上一直就接到很多人给我的讯息哈，那经常收到的都是叫我嘛行上去，但是还是忘记了。透露心声，赵宗良提出健保补充保费三大改革的想法，针对股息、利息甲租金调整结算的制度。预测是接受媒体专访了后，这个话题就讨论甲正热。昨中到12点半，赵宗良佮亲身开记者会说明。 严格加超7点钟，卫福部甲行政院前后宣布暂停有争议的规划。也谢谢我们很多这个高股息股利者哈，那么在这一次这个修正之后，他们会贡献很多。不要让很多的误解以讹传讹的扩大。 所以才会决定先很清楚的让民众了解，现阶段只是在讨论的过程，并不是一个既定已经形成的政策。强调一切拢搁咧讨论过程。针对监管会讲，是看报道才知，赵宗良也出来说明，还没有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法制作业的程序。如果是法制作业的程序，一定会有跨部会的讨论，也一定会有对外的公听会不会是只有这个部长的个人发言而已。补充保费的新制度引起着反弹，行政院紧急法庭，中监会院长也提出建议，抛出了一个意见，然后希望能够进行改革。在这一点上面，我觉得其实是希望能够多给他一点肯定。后续可能可以根据这个行政成本进行是不是结算的下限，其实是把它拉高。那这样子也避免说我们过度的行政成本。赵宗良强调政策的出发点，拢是希望互健保财务影响。严格后续是要安怎甲外界取得共识，也是推动改革的重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